继续来关心咱国内10月份电钱的计数，会伫咧9月份开电价审议委员会来讨论。不过今年4月份都已经起过一届啊，这届敢阁会阁起，大家是拢真关心。即马行政院若是拨补予台电这条上千亿的预算有通过，10月份的电钱可能就袂起。若无者有风声讲10月份可能就会起10%。国内电价委4月开始，包括家庭小店面，也有工业用户专门调悬电价，起价幅度差不多11%。看9月要搁开电价费率审议会，要讨论10月开始的电价。各界嘛在关心电价敢会搁起价。OK 啊，因为我们台湾的电力很便宜啊，如果跟日本比啊，3%左右，我觉得还可以接受。应该是要从国家的能源政策去考虑，而不是动不动如果有亏损的话，就要由人民来负担。根据了解，10月的电价，若做台电有得到行政院1000亿预算的补助，10月的电价可能就无起。亲像空中厨房、食品加工相关，还有光学材料、元件制造业这部分制造业的电价，若做用电量有成长，传出原来会补起电价。只不过若做台电无得到行政院1000亿预算的补助，安尼10月电价就爱搁起价，传出有可能起10%以上。我们现在如果能够补1000亿，大概损1、2平，那如果没有1000亿，就是亏1000亿啊。就产业的部分，它怎么样去做调整，或者是怎么样去检调，每半年去检讨，然后再看最后的情况去做决定。我站在制造业立场，虽然我们会增加支出，赞同涨价，让所有的成本回归正常。统计台电伫今年顶半年税前的亏损是602亿，不过7月因为实施下月的电价，煞转了变赚。行政院是毋是会拨补预算，关系到台电是毋是了钱？行政院回应，22会开行政院会，看对家预算是毋是会当得到行政院会的通过，而且应该是无意外顺利通过。记者综合报道。